这道歌50几首，调记那个流行歌曲的曲名前面加井字号，然后在社群贴文发布，然后有超连接功能，再点按超连接。现在选第25项松花江。你看，这个就是影片资料库了，影片资料库目录了。怎么加入那个播放清单呢？要时间短的那个才是唱歌了，时间长的那个是影片呢。这个要找到唱歌的不容易。零下40度的天气还冬泳皮肤怎么受得了？现在要找到那个歌曲好像不容易耶。要吃素，要提倡吃素了。松花江但是很多是节目的，不是唱歌的。如何找到那个唱歌的歌曲，然后加入播放清单？学唱道歌要参考这个可能是这个8分2秒的这个影片可能是。参考一下，不一定是正确的。点按那个画面右下角3个点，储存到播放清单。按第2项道歌调记了，调记的歌曲证，按完成。这样。